今日0分到10分嘅，咁啊，你會俾我 MC Sir 教學有幾多分咧？9分啊，俾到都，因為9分。係講得好仔細。當中就試過做嗰啲 freelance 工作，又即係做個時間長又辛苦，同埋又係仲揾錢揾得少過正職咯。即係跟住，即係個人工又係好掹掹緊啊，又係，所以就想咧睇下可唔可以經營做到另一啲嘢，可以揾到另一啲收入咁樣咯。之前聽即係有一啲咧，即係純粹就真係好似係 sell 課程咁樣，純粹即係講到自己大幾多錢啊，幾多錢啊咁樣樣咯。即係純粹就係 sell 錢，但係佢就冇你咁深入，即係講譬如呢個網店我做到乜嘢情況之下又可以賣啊，咁樣佢就冇講嘅。之前嗰啲都明確知道大個方向係點樣行嘅。今日0分到10分嘅，咁啊，你會俾我 MC Sir 教學有幾多分咧9分啊，俾到都，因為9分。好詳盡嘅，你都係講得好仔細。